哈利路亚，感谢主！今天早上我们领受到这一位创造这世界万物的主，他是掌管四季的哦。今天大家感觉有点凉是吗？所以我们要来一起来赞美我们的主哦。这一位主是让我们扬声欢呼来赞美的哦。好，我们请起立，来吧，来赞美神。扬声欢呼赞美，称颂我的王，高声颂扬欢唱，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尊崇赞美他，我们欢呼喜乐，进入神的面前。你是创造主，你是新拯救，你救赎我，你是主最大的医生，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新拯救，你救赎我，你是主最大的医生，你是丰盛之主，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一首赞美诗里面有赞美了主了哪一些属性跟神的名字呢？我们有没有领受？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我今天开不了口？说牧师，你不是也在讲话吗？我没有办法像过去那个很尽情，用我的生命力去讲，因为我只要这样讲，就会一直咳嗽。但是这一位医治我的神，虽然在昨天之前没有完全医治我，可是我今天仍然能够开口，我仍然可以用肢体，好吗？如果你跟我一样没有办法静心的来唱的话，用你的肢体也可以来赞美这位神哦。他是医治的主是吗？刚刚有哦哈。还有这位是什么样的主？有看到吗？丰盛的主。如果此时此刻我们需要一个丰盛的主，我们需要一个与我们同在的，使我们的心可以开，使我们真知道有人与我们同在的主的话，那我们再来唱一次好吗？好，我们一起。如果你跟我一样不能开口，或你不会唱都没关系，用你的手来赞美神，来，扬声欢呼，扬声欢呼赞美，称颂我的王，哈利路亚！高声颂扬欢唱，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尊崇赞美他，我们欢呼喜乐，进入神的面前。来哟，创造！你是创造主，施行拯救，你是新拯救，救赎我，你救赎我，你是主最大的医生，你是丰盛之主，牧者，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再来哟，创造，你是创造主，拯救，你是新拯救，救赎，你救赎我，你是医生，最大的医生。哈利路亚！丰盛，你是丰盛之主，牧者，你是我的牧者，引领我，君王，耶稣我君王，我赞美你。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已经认识主这么多的属性跟神的名，我们再来领受他的话，我们一起请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我要天天称颂你，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我们就来赞美我们的神吧，就刚才唱的歌，你所领受，我们开口来赞美，还来认我们的罪，因为神是圣洁。如果我们有偏差，
我们真的是没办法领受这个神的赐福哦。好，来，我们就来赞美跟来认罪悔改，1、2、3，请。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使这世纪，主啊，真的是能够更替的主。我们就知道，主，你虽然在变动中，但是主啊，有你的次序在。主啊，谢谢你，也让我们好的身体，我们感觉到凉快，因为主啊，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是那个凉快的生命。主啊，虽然秋天，主啊，虽然是好像冬天快到，主啊，好像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些事情要发生，但是主啊，你仍然应许我们，主，你是丰盛的主。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为我们自己不够认识你，我们不知道你是大能的主。主啊，我们也不时常思想你。主啊，我们恳求你来赦免。主啊，我们要赞美你是这位赦免我们的主。主，哈利路亚，感谢赞美。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创造万物。主啊，你是与我们同在。主啊，你是在乎我们的主。更重要的是，主，你是全能的主。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在我们怎么样子的低谷走不过去当中，主啊，你就是有办法来拯救我们，而且拯救我们到底。谢谢你让我们知罪，因为你要让我们知道你是神，因为你有赦罪之恩，让我们重新每个时刻都能够到你的面前，因为主，你是以马内利的主。谢谢主，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继续要来祷告啊！神其实很在乎我们哈，我们的需要，甚至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主早就知道，为我们预备哦。好，我们人只能看到眼前，我们真的不知道未来会如何，但是我们的主早就看到我们的未来，他为我们的未来现在就预备。所以，如果你现在不明白那些苦怎么会在我的身上，我们真的要来赞美这位神，他的名。他的名有太多了，他的名真是如此的大伟大哈，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求神赐给我们他的话语，我们因着神的话语，建立在神的话语里，我们的那个信心是更坚固的哦。好，让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请。万民都举目仰望你，你随时给他食物，你张手使有生命的都随愿饱足。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哈利路亚，主关心你，在乎你，他也要介入你的这几个方面。你希望主介入你哪一个方面呢？因为有主的介入，一切就没问题，不是现在此时此刻没问题而已，会在将来神真的是给你一个你超乎你所求所想的，好不好，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这几个方面需要神的介入，那我们等一下可以勇敢的站起来，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牧长可以到你的旁边为你祷告。那如果还在电视机前面的，或者是你觉得神要自己为我祷告，我自己就来吧，我不想要有人可以帮助我，我只要神的都可以只要有神在就好。那你就在位置上，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或你的这个难过不舒服的地方。好，那我们就来祷告哦。我们来求神在我们的当中。1、2、3，请。如果需要的，请你站起来我们的牧长要到你的旁边为你的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我们全方位的主，主啊，你真知道我们的需要，主啊，我们说不出口的苦，主啊，你知道，主啊，我们没有办法言语的那种忧虑，主啊，你知道，主，你是我们的喜乐，主啊，你是我们的一切，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在我们灵里面，主，你使我们在你里面饱足。以后，主啊，我们不管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我们的身体，主啊，我们每个时刻都要来荣耀你，你要来恢复我们，因为你是恢复我们的主。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
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的面前，你有复活的大能，你来更新我们身心灵。主啊，使我们真的是在世上的一日，主啊，都有主你的平安与喜乐。主啊，即便是有瘟疫，即便是有病痛即便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困难重重，但是主啊，你也是恩典重重。主，你也帮助是重重，甚至是全方位、全面的。谢谢你有丰盛的恩典，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要为我们的主日来守望，来祷告。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请传说你国的荣耀，谈论你的大能，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并你国度戒严的荣耀。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哇，我们的主真的是这一位世世代代的主，是每一周都保护我们，每一日与我们同在的主。我们先要跟神的关系对准，求神来帮助我们在灵里面，我们跟神有一个甜蜜的关系。我们真知道神的心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要为我们教育的事工来求上帝来带领看顾跟保守。那也为今天是这个协会主日，我们志工有成长的训练跟干部的会议，以及牧区跟青年的退休会为明年来预备，我们重新来整理自己，要重新来出发。也为基督教关怀协会是教会在敏盛医院的一个协会透过这样子的关心人在病痛中的时候主特别需要有人的陪伴，让这些志工可以在那边成为福音的出口。也为12月18号的理监事能够顺利，求上帝来带领，好不好？我们请起立，要为我们今天的主日以及我们刚才所的这些的事项来到神的面前，恳求神来怜悯跟带领。我们开口来祷告吧。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主在主你的圣日，主在一个礼拜的第一天的开始，主你就呼召我们，给我们这样恩典来到你的面前。主是的，当我们跟你对齐以后，主我们称你的名为圣的开始，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就打开，主那3层天，主你与我们同在，主使我们看到你的荣光，主使我们真知道，主你让我们在这教会中，我们与你来同工，主在礼拜天重新出发。谢谢主，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给我们生日的主，一个礼拜我们从你的圣殿来出发。主谢谢你，很长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走不下去，但是主你1次、2次、3次，你永远都成为我们生命中的这个同在的主，赞助我们，甚至主你自己抱起我们走前面的路。我们为此献上感谢，也将今天的礼拜仰望在你的面前，不管在线上或在现场，主你的灵都在你的当中，我们就是用全人全心全意来敬拜你，将一切的荣耀献给你，成为馨香的祭。我们一起要用主祷文来祷告，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篇、赞美诗、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以感恩的心歌颂上帝。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就我们的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主他在全地上他是何其美，他的信实广大，怜悯不断绝。让我们一起就用这首歌来赞美主圣名。来，一起来拍手说：赞美主圣名，赞美主圣名，你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心
是光亮，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愿，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让我们一起用赞美来进入他的院，神的膏油就必在这边。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圣名，赞美主生命，赞美主生命，你的真理何其美！你心是光堂，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愿，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让我们献上，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愿，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愿，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地。让我们述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愿，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里。哈利路亚！让我们再继续来赞美尊贵我们的全能神。你掌权，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万民都来尊崇你生命。世上万有都属于我们的主，世上万有属于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荣耀生命只存到永远。我们一起来拍掌，再一次来说：全能真神，你掌权，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万民都来听从你生命。世上万有属于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荣耀的名只存到永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全界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是的，我们的主是全能真神。让我们用歌声来赞美他，让我们的歌声成为我们的敬拜，来讨神喜悦。我们一起再来唱一次。全能真神，全能真神，你掌权，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万民都来尊崇你生命。宣告说：世上万有属于你，你的慈爱永远长
存到永远。来赞美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一起来宣告，宣告神国度的降临，宣告你国度降临，宣告神的旨意要成全这地，你旨意成全这地，兴起你所选之民，让我们一起高举神的荣耀的名，高举你荣耀的名，再一次来宣告，宣告你国度降临，你旨意成全这地，兴起你所选之民，高举你荣耀的名，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给你。我的救赎，我的帮助，哈利路亚，我的救赎，我的帮助，哈利路亚，我的救赎，我的帮助，哈利路亚，我的救赎，我的帮助，哈利路亚。我们拍掌，将一切荣耀都归我们的救赎，给我们的帮助者。谢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成为我们的帮助，谢谢你赐给我们平安，谢谢你赐给我们每日所需用的一切。主，你是耶和华以勒的主，你更是耶和华尼西的主，我们赞美你的名，哈利路亚！荣耀的一切都归给你。我们将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荣耀的呼召，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
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是父恩惠必从主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你不只是在天上，你现在也与我们同在，因为你是无所不在的，你是无所不知的。阿爸天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常常高举我们自己，高举我们的名，以至于全地彼此相争，谁要争第一，谁要当第二。愿你的名在全地被高举，愿你的荣耀彰显在全地，让万民万族万邦都认识你，知道你是神，你是唯一的神，知道你是全能的，你是无所不能的。所以让我们不管是基督徒，或者是今天受邀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一起敬拜，透过敬拜，透过你的话语，透过我们的祷告，透过赞美，让你的名被高举，让你的全能运行，让你的宝座设立，让我们感受到你与我们同在。即使我们是在哀伤，是在软弱无力，我们靠主得刚强，靠主何时软弱，你的刚强大能就充满在我们当中。谢谢主，我们学习保罗，看见自己的软弱，但是高举主你的全能。我们何时在这样的一个软弱当中，我们唯一仰望的就是你，仰望你的大能，仰望你的同在，顺服你的带领，让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的心，透过你的话语来扎我们的心，让我明白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的同在，我们需要你的引导，需要你的医治，需要你的供应，需要你的带领。谢谢主，今天早晨的敬拜愿你悦纳，今天早晨的呼求愿你来应许，今天早晨我们来这边彼此来互相代祷，愿你来垂听。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先来介绍几位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有3位都是邻居陈春红、邱慧欣、简春生3位弟兄姐妹新来的慕道朋友，请你们站起来我们来欢迎你们愿上帝来赐福。我们的秀凤组长很会邀人好，请坐请坐。其他还有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吗？好，如果没有，我们先来看今天周报的消息。
今天是全人生命教育协会的主日请兄姐为全人生命教育协会事工关心代祷。那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事工就是教会对社区的窗口我们从儿童一直到年长者都有这样的一个事工，还有这样的一个慈善的事工。那今天也是总会教育事工奉献主日请我们兄姐关心代祷奉献。我们小会在10月3号临时混合会已经顺利来选出目前有2位长老、3位执事。那长老是陈敏哲陈淑清2位长老，执事是钱嘉玲、简慧清苏新敏其中有1位是新任那他们的任期从2022年明年开始，一直到2025年。那这次当选预备在12月5号来主日礼拜当中就任。如果对选举结果有异议者请于10月23号前向小会来提出。那我们今年最后一次的圣礼典还有洗礼把握住这样的机会在11月7号，那要受洗的弟兄姐妹在10月24号前向牧师或者是行政干事来报名。哇，睽违好久那个疫情的关系，那我们下主日9点50到11点会于文昌公园的市立图书馆进行医疗的关怀咨询我们服侍的同工有张伟轩医师，有伟斌医师。健康咨询的同工志工队第1队。那也欢迎弟兄姐妹，如果你第一场参加礼拜完之后有空的你可以再将你的时间、你的能力摆上献身当作活祭，然后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慈善的事工。从今天开始，我们的儿童阿嘎培还有幼儿的阿嘎培就恢复实体的聚会，也是好久因为人数的限制。那我们也鼓励我们的儿孙来到这样的一个实体的聚会他们已经闷了很久了请预备心来出席。那松联大学也是一样，预计在周一下周一这个礼拜一我们开始有补课上学期还有7堂课已经恢复实体的上课那会随着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实际来做滚动式的调整那请我们有参加松联大学的这些同学留意群组的公告。那德福也是一样10月18就是这个礼拜一因为今天是第一天礼拜一我们开始活动，但是我们参加者需造册，也需要提供你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施打疫苗那厂牌这样来提供给我们的同工那疫情当中不提供中餐。那在2021年的第2学期第2期的生日助学金已经审核通过，会在今天的第2场主日来颁发好，其他的就请我们自己来看，我们还有一些的线上的讲座请我们自己来观看那我们先来读今天的金句，来读2遍一起来。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马太福音6章9节再一次。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马太福音6章9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我们当中第一次来不明白奉献意义的，你们不用勉强，用祷告来表达你们的感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主的恩典，献上感恩，来到主的面前，肩上
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再次用信心来宣告说：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慈悲爱我们的父神，还是感谢你能够将你的众儿女聚集在这里，聆听你透过牧师的口传讲你的道，也感谢你保守台湾这块土地的疫情得以趋缓，让我们各小组都能够恢复聚会，也求主能够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不管在教会、社区、职场、学校都能够成为见证。现在我们呈上时间、金钱、才能为主圣工所用。孩子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坐下，彼此来诉说，上帝的恩典够你用，上帝的恩典够你用，上帝的恩典够你我用，请坐。感谢神，上帝的恩典就在我们随时都有恩典，随时都有神的神迹启示。只要我们一开口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为圣。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谢谢你这么爱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使我们得以成为你的儿女，使我们称你为父。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主。当然，你也是我们随时的提醒。我们哪里不合神心意？我们哪里得罪你？我们哪里没有称你的名为圣，让你的名受辱？主，你要来管教我们，你要来提醒我们。当然，主，你是信实的，你说你认我们的罪，主啊，你也要赦免我们，除去我们一切的不义，使我们能够重新开始。谢谢你让一个礼拜新的开始，让我们能够重新到你的面前，领受主你的话语，领受主你新的力量，你新的盼望。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音乐牧师你们会发现很不一样。按照尤牧师的说法说，今天我变得很温柔因为我需要被限制住。如果我比较大声的呼吸，我的心现在是一直乱跳的只要我大声的，我就会咳嗽这样所以我们今天就温温的所以音控可能不用担心有时候我会暴走，今天应该不会好，那我们就一起，不管我们什么情况，我们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领受上帝的话语，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哦。我们这一季都要来学习主祷文。亲爱的大家，如果我们不会祷告，今天的学习很好，虽然我们今天只有2节，但是每一句话都可以拿来祷告好，那我们就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请。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感谢主，一开始神教导我们的祷告就有3愿，有吗？有哈。来，我们再重新回去看。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然后神就给我们3个愿望哦。第一个，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第二，愿你的国降临；第三，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而这3愿是一层一层，怎样一层？第一愿是最好的根基，就像我们盖房子一样。你的祷告建立在哪里呢？第一愿，第一祈求是最重要。我不知道我们开口的时候，我第一祈求什么呢？我第一祈求的内容是什么呢？上个礼拜是我们国家的国庆日，我们的国家生日，祝你生日快乐。然后呢，我们对国家什么样子的愿望？第一愿是什么呢？我们来看。Ami bahmak tukawas, oh ji selai, oh ji tanangai, oh hong ti nu hong ti, oh tapang nu tapang kisu wama, hey ya hey Anaju sama syai wa ma'uhi valai Tangawai kakui tangatu Mayagi jalan tersoge garava Kau unu adai ranam nugasan Badai lendungan ikan kingan jiak bergegadah亲爱的大家，我们知道吗？这一位青年他叫林志鹏，他是阿美族。随后他唱了前面这一段，有人知道前面这一段阿美族的人，有没有人在我们当中知道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吗？在这美好的日子，我们要同心来赞美上帝。你是全能、全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父。这样的青年，在国家国庆的时候，第一愿，愿主的名为圣，然后他才带领60位不同种族、不同原住民的族的儿童、青少年来为我们的国家来祈愿，手牵手。他的第一愿不是说国家的安全、国家的经济，不是国家的防疫，不是。而第一愿，主啊，你的名为圣，高举主你的名为圣，这样的基础就对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开口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第一个愿望是很重要，第一个祈求是一个根基。就像我们不希望我们今天出生在非洲，当然，非洲出生的人有他辛苦。有神的心意，但我们在祈求的时候，第一个愿望就奠定了你后面第2个愿望、第3，特别是全3愿。
奠定了我们的这个祈求是不是在神的这个应许祝福里面，我们上面在祈求的就不会倒塌。愿你的名为圣。我们第一祈求求什么呢？我们跟神的关系，如果说祷告是我们跟神像呼吸一样，那么我们会常常觉得我的呼吸像音乐牧师今天只能缓缓的呼吸，还是像音乐牧师之前可以大力的呼吸，很激动的随心所欲，还是你感觉是被限制的？如果我觉得我在紧急需要的时候，我的祷告说：主啊，救我！主啊，你一定要来帮助我，因为主啊，你是一切富有的主，主啊，你一定会救我。是，主可以救你一次，但主要你成圣，越来越像神，所以我们的祷告才会说：愿主你的名为圣，愿我使主你的名为圣。在圣经当中，我们或许会很长的时候，我们会举这样的例子。参孙，我们不是有看到参孙的妈妈吗？她也是因为她没有办法生孩子，她在那个羞辱当中，所以她就用禁食祷告，她就跟神求，是神让她生了参孙。还有吗？有，施洗的约翰也是一样，神让这样子祷告降临在这样的妇人的身上。撒母耳我们更是很熟悉，但亲爱的大家，有多少的牧师，我的道硕的同学是没有孩子的？那么你要说，那这很怪哦。请问那他在台上怎么讲道啊？他怎么讲祷告啊？如果我们的神是这么富有，什么都有，也掌管万有，也是生小孩的主，那何以这些牧师都没有孩子？所以，如果我们的祷告是建立在这样有没有效，那么恐怕我们要重新认识我们的这一位主，而且我们要重新来认识我们的祷告。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建立在父，什么父呢？主啊，你救我，你救我就好，其他的你就坐在副驾驶座上吧。我人生的这台车我自己来掌权，我做主，我坐在驾驶座上。或许你会说，坐副驾驶他可能是教练啊，因为教练车这个教练就是坐在副驾驶。有可能啊，因为神会在祷告当中给你刹车，你开的是这一台是教练车。但亲爱大家，我们不会永远都开教练车，因为我们会脱离那样子说我要做主。如果我们的祷告当中常常是主啊，我奉主你的名，我的朋友就是最近经历的，他是一个祷告权柄的主，但是他也是一个很有全能的，所谓很有全能的牧师，但是他面对他爸爸的生病即将人最后的时候，他用权柄来祷告，奉主的名让我爸爸复活起来，起来吧。我用祷告我的权柄说，让这一些已经没有用的主啊，你就让他，你就让这个生意，你就让这个生意能够成就，但你不知道这一笔生意成就不是机会，好吗？它是陷阱。但神要救你，你却不知道，你却用权柄式的祷告，奉主的名，主啊，你就让这个生意能够成就。亲爱的大家，主要给你我更好的，甚至不让我们落入那个陷阱里，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机会，我们有这个智慧来选择。而我们如果不是主啊，你祷告，我奉你的名，不，我们的主跟我们关系有时候虽然他知道我们离他很远，但我们的主爱我们不会就这样应验。你如果求说主啊，我都不会死，奉主的名我都不会死，很抱歉，主爱你的缘故，你跟他的关系的缘故，因为他是你的父。你说哦，对呀，他是我的父，所以呢，我在还没有18岁之前，你都要养我。主啊，我刚刚信主哦，我还没有18岁哦，你都要养我，所以我有没有祷告都没有关系啦。因为上个礼拜尤牧师不是讲吗？我所有的需要主你都知道，我还要祷告干什么？亲爱的大家，祷告绝对需要。如果你有小孩，你就知道；如果你是夫妇，你就知道。都已经结婚了啊，随便啦。哦，
祷告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需要跟神，而不只是在这个父亲的身份。主啊，我已经跟你绑约了啊，我这个什么你都要应允我，我们绑约了呢。我每一次都要付祷告，我3餐祷告就好，外加宵夜好吗？不，如果我们的祷告是这样子的话，我想我们需要调整，就在今天要来调整。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的这个关键是在于圣，我呢，我很好，我在教会是长老执事，我是小组长，我是区长，我是在事业很成功，所以我在祷告上很有权柄。不，这个弟兄林志鹏弟兄，其实他是来自于家庭非常破碎的，他的爸爸妈妈是酒瘾，他几乎已经人生到低谷。他什么原因他会成为基督徒？是因为他从小跟他妈妈在那个酒店，跟他妈妈去工作，他妈妈要一边工作一边照顾他，他妈妈一边要陪人家喝酒，在林森北路那个地方，但是他要一边在旁边，因为没有人照顾，晚上谁照顾？这个孩子眼睁睁的一天一天长大，看着他妈妈跟人家摸来摸去，华语怎么讲？抱来抱去，他的心何等的痛！他的爸爸又是酒瘾，根本没有失能的这个父母，所以当他知道他要被国庆日在那边唱迎接总统到的第一首歌讲第一个话的人，他说：“我怎么可以？我这么破碎的生命，我怎么可以？”他的牧师娘、师母、杨子牧师、牧师娘说：“可以，孩子，因为神拣选了你。”即便在他国庆日前一天，他仍然很不安，因为他过去的失败，他总是影响着他，仇敌就是影响着他说：“你呀，你明天一定会落亏呀！你明天站在那边，你唱不出话来了。你还说你第一个你要祈求这美好日子，上帝你的名要被掌权，你不用讲了。”所以他几乎在前一天快要打退堂鼓，但就在那一天晚上，上帝的话支持他。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好吗？请。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阿们。他领受了这个话，他就安心睡觉。隔一天早上，他要上台之前，主啊，愿你的名为圣。当他完成了这个任务之后，他走出那个会场的时候，他深深知道神听见他的祷告，而且他深深主会按照所祷告来祝福台湾。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祷告是愿你的名为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一开始是愿你的名为圣吗？那么首先我们要来知道什么是神的名。神的名在哪里？这个就是林志鹏弟兄的牧师跟牧师娘，他们走在哪里？你仔细看，林森北路旁边都是台北林森北路旁边都是酒店。请问酒店的在这一区里面，所谓我们过去在台北人就知道3条通跟6条通，神的名在那边如何成为圣呢？神的名在这些欢乐当中，在那边你我男女不分，在那边混杂当中吗？林志鹏弟兄的牧师跟牧师娘就是在这里蹲点，这个是那个《金周刊》跟他报道，用这样的字眼说蹲点20年，在那边陪伴这些所谓雏妓被卖到那边的雏妓，一个一个去拯救。然后他发现拯救这些妓女不能只有拯救妓女，因为妓女有工作，这些性工作者其实他们很需要神的。那么在酒店这里可以让主的名为圣吗？
在酒店里有主的圣灵降临吗？有。如果没有，今天在那里不会建立起教会，不会建立起这一群的儿童、青少年、青年。就在那里一个地方的场地里，有2次枪击的事件发生。我们台湾人一般人就是怕得要命，那里根本就是所谓的鬼屋。但神启示这个牧师跟很多人的帮助，那里成为一个敬拜祷告的中心，买下来，而且是非常低的法拍，不知道几拍的。神的名在那边一条龙的传福音，从性工作者到他的孩子，刚才林志鹏弟兄就是从很小到国中遇见神，到现在20几岁，而他身边，我们如果回去再看一下这个影片，这些孩子就是这一对所谓的酒店牧师，在酒店的地区使神的名为圣，也就是在那里，他们这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可以一句一句的祷告，在任何的地方你都可以呼求这一位天上父，因为他也是地上也是与你同在的父。你的父可能不完全，就像林志鹏弟兄，他的爸爸妈妈都是酒瘾到失去功能，躺在那边，他要照顾弟弟妹妹，不只是照顾，还要经济，他要为了经济。15岁的孩子，他会软弱，他觉得在教会没有办法帮助他，所以他自己去找他自己的路。但是他每一次祷告的时候，我在天上的父，对，在地上的父不完全，但你的爱使我们感受，你也是我爸爸在天上的父。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吗？酒瘾是很难改的，但是感谢主，他的爸爸妈妈现在不断把酒瘾戒掉之外，现在也是教会里面的核心的同工。因为他们这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是每一个生命需要父亲的生命的父，你的名为圣。在哪里祷告？主啊，每一次我祷告的时候，在那个时候说愿你的名为圣，不管是在酒店，是在监狱，是在学校你被霸凌的时候，或者是在生意场上被杀戮的生意场上，你只要愿意说，心里说：主啊，愿你的名为圣。因为牧师经历太多，神就是打开那个你不知道的空间，超自然的空间，神就告诉你他的话，神就让你看见他要你走的道路。于是我们在每一个地方，我们都能够跟神来相通。这是一个很有名法国的一个灵修大师唯一，他就是用主导文，每一天用主导文每一句。音乐牧师曾经这样做过，就在这个圣殿，但我是自己一个人，一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5分钟的祷告，你去想这一位的父是怎么样。第2个5分钟，愿你的名为圣。你就想想今天我们可能都讲到你想到的，主啊，我有没有让你的名不是圣的，让你的名被侮辱的？一句祷告，一句祷告，一句祷告，1个小时你祷告不完，而你领受的是一个全新的你。所以这个灵修的这个唯一，也在被法国印在他们的这个纪念的邮票上面。所以愿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心灵通往神唯一的道路，就用主导文来开始。天上天父他的名字是什么呢？他其实在旧约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很重要的，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请。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短短的3节却说明得很清楚，神的名是谁？
耶和华。只是在旧约的时候不能直接称呼他的名。然后再来呢，耶和华跟你什么关系？别人的神呢？我们今天有第一次到我们当中，不是。当你称说主啊，你是我的主，因为主早就爱你，即便你还没有来到这里，因为他说我是你的神，你的哦，不是别人哦。而且他的大能就在把我们从埃及地，埃及是什么意思？被困住啊！你被困住吗？你现在是被卡在困住吗？还是你现在被你的身体像叶牧师没有办法发挥我平常的那种被困住吗？没关系，因为主要拯救我们是有盼望，即便现在还没有完全好，现在还没有完全那个可以全心来敬拜神，但神已经定义要把你拯救，因为在出埃及记20章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进入那个迦南地呀。但就在那个困难旷野的时候，神仍然这样说。所以神的名是什么？耶和华。而且这位神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你跟他是第一关系，不是隔一层又隔一层，不是。主要说我是你的上帝。到新约说我是你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也是从困苦中被救拔出来的，是你的哦，不是别人的哦。而且要告诉你，他除了是你救主之外，不是救那一次而已，不是危险才救你，而是随时生活24小时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成为你生命中的主。只要你愿意让他做主，只要你愿意顺服他，荣耀主你的名，所做的决定是对人有帮助的。所以所领受到的这些是要世世代代要成为救主。主这样，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这段话，请。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亲爱的弟兄姐妹，上个礼拜有牧师也有讲到我们这位的天父，他的名，他怎么说？我是自有永有的，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我是我所是啊，这是什么意思啊？这都是 I am who I am 啊，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呢？感谢神，最近我才知道，在看原文，他们说的是什么？就是讲白一点、接地气一点的话了些。你问神的名，你不用管那么多，你只要在生命中好好经历生活，让我来做主，你就知道我的名是什么。到了4世纪，有这句话说：你何必问我的名呢？我名是奇妙的。也就这一位神，他这么大，他的名怎么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可以，耶和华。到新约的时候要说什么？等一下我们就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名是让我们经历的，不是喊了就好，喊了跟我没关。为什么？因为我不按照你的旨意去行，我不称你的名为圣，我的决定不明白你的心意，我不去想怎样可以荣耀神你的名，不去做。愿你的名为圣，应该讲我愿你的名为圣啊！我不愿意去调整我的生命，我的决定呢？我的生命中有没有经历？这是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和平的君王，主啊，我有没有死啊？我快死了，我都没有办法呼吸了，到底是怎么？神，你说主啊，你所经历的是这位奇妙医治的神哦，那他的名字就是他是医治的神。神的名是让我们来经历的。到新约的时候，耶和华这个名字称为什么？因为玛利亚是怀孕，
这个神的使者告诉他，你要为他取名叫什么？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与我们同在，就是这一位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觉得孤单吗？你会觉得没有人支持你吗？你会觉得我的苦都没有人知道吗？你会觉得我的喜乐怎么都没有人可以分享，人家都不懂呢？这位主懂，他是以马内利的主，是让我们来经历，也是让我们可以来赞这个称颂的这一位主。我们领受不是这样就好。这个以马内利的主，我们就说我好啊，我每天好啊，我舒舒服服躺着啊，我就好好的过，我每天祈求主啊，你就让我平安喜乐这样子而已，不是。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请。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只有让人受洗了，在这里更多的圣灵的名也赐给我们，是要人也成为门徒。因为神不觉得只有让我们信主太可惜了，只有一次，你平常都不让他做主，而是圣灵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成为我们每一个时刻我们的引导，我们的方向，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策略。在我们来看哦，这个是你的主吗？你主的名吗？你最近经历什么呢？刚刚我们说是伟大创造者，是全能者，永恒的神吗？他是忌邪的，因为除主之外，我们不能有敬拜别的。是万军，是避难所，是耶和华以勒，是耶和华沙龙吗？在1919年的除夕，在澎湖的七美夏中节牧师他们家族，在那时候他们都是敬拜偶像。他的六属是党鸡桶，但是就在他们吃团圆饭的时候，他竟然起党怎样？哇，经常有个大光，这大光就说什么？他就翻译出来，因为党基他会看我们看不见的这个世界。他说这王爷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他说明天还要再来。他们根本没听过神的名啊！什么叫做以马内利？某怎样不知道，但是他就是中心翻译。他说明天再来。除夕的明天就是大年初一。大年初一的中午吃饭的时候，奇怪，都是吃饭的时候，大光像脸盆这么大，他形容，哇，那光照下来，而这光照下来，再次说，就是透过那个他的六书是鸡桶说，这君王爷的名字叫以马内，明天还要再来。明天就是大年初二，于是这个消息就传开在七美那个地方，那个才没有多大的地方啊。明天真的再来，然后不知道他第几天，他的六叔就跟他的阿嬷讲，从今天开始，大家要拜以马内利，不可以再拜其他的神，也就是我们的主是忌邪的神，除主以外，不可以祭拜别的神。他们不知道以马内利叫什么是什么意思，是后来他们到了台湾本岛，知道以马内利原来是基督教。亲爱的大家，我们不去传福音，你以为主就没办法吗？他仍然有办法，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他爱世上的人，主就用他的灵启示。竟然透过鸡桶啊！因为只有鸡桶他们知道那个世界。但是如果我们不去传福音，很抱歉，跟你没关系。如果你不服侍，很抱歉，跟你没关系。神的服侍，神的爱人的心志，神的事工，神的拯救计划不会因为你而停止。而你只是没有关系，你跟圣没有关系。怎么说？因为圣的意思是什么？圣洁之外，
我们看到出埃及记，对我们约书亚记也是。对，我不服侍跟神有什么？有啊，因为你的决定不是以神为中心的，你的决定是以你自己的决定，你的生命是神拯救，但是我在决定的时候却用我自己的来为中心。神要透过你服侍，用你的生活中使你成为完全人。怎么可能？我人都有缺点，怎么可能完全？可以，因为我们的主是完全的，因着我们因信称义，有了这个60分之后，神一步一步透过生活，透过服事，使我们要成为像他一样完全人，也要使我们成为圣洁。什么叫圣洁？就是圣，就是我被分别出来。除主之外，我没有别的。我每一次做决定的时候是主啊，你是我的主，我心里只有你，所以我做的决定都是以主你的决定是什么，而不是哎呀，我对这个比较有兴趣了，我对这个比较有负担呐。亲爱弟兄姐妹，那么很可惜，真的很可惜。愿我们的生命就像昨天我们在家会主，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最后的期许跟祝福，我们一起来领受请。末了，弟兄姐妹们，后会有期，你们要努力做完全人，接受我的劝告，大家要同心和睦相处，愿慈爱和赐平安的上帝与你们同在。我们要努力成为完全人，因为这是圣洁的父要我们分别出来，跟他一起成圣。因信我们成圣，我们要跟随着神，用什么来赞美这一位圣哉的主？不是只有用我们的嘴巴，因为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今天没有办法大声来唱歌，但我却可以用我的决定，用我的行动来赞美这一位圣洁的主。圣是什么？分别出来。你愿意被分别出来，单单只为了神吗？怎么样只为了神？非常具体的，你不要说这个圣啊，这个太大了，这个没有。十诫已经告诉我们了，除主你以外不可以有别的，就是我的心里只有主你。套句话，是现在的人听得懂的，我心里只有你，没有什么。我在敬拜，第一诫就是说我在那个位置上，我尊主你为大。那第二诫是什么？我如何敬拜你？这不是喊口号而已。我如何敬拜你？敬拜是什么意思？不是只有唱歌，请大家不要误会，只有在这里1个小时、2个小时，不是，而是你随时在生活中，你每一次做决定，你在工作的时候，你围困的时候，你在那边嚣张的时候，你要随时想，我的心里只有主，没有他，没有我自己哦，所以你就会收起来，你就不敢嚣张，你就会把神放在你眼中，而不是不把神放在你眼中，不敬畏神。第三个更具体，所以十诫不是让我们这个背诵而已，更具体的说什么？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其实就是不要让神的名被侮辱，不要口是心非。你心里说主啊，我爱你，主啊，我尊崇你，主啊，愿你的名为圣，但是我的心不是这样想，我在算计怎样对我好，怎样我才能够爱我自己，怎么样来能实现我的梦想，而不是上帝你教会的意向事工，非常的具体。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呢，有没有在我们心里只有主？理解怎么敬拜？没有他，我们不去拜金钱，不去拜自我的探索、自我的成就、自我的美梦、我自己舒服的。第三个，我不妄称耶和华的名，我不口是说一套做一套。其实是很容易的，也很难，因为神说的这么清楚，我们却常常没有以神的名为圣，所以我们就误用上帝的名，侮辱上帝。上帝这样告诉我，要想一下哦。
不要烂称耶和华的名哦。如果我们活出来是扭曲上帝的形象，让人认为上帝就是这样，就像最近这个鱿鱼游戏一样，上帝的名被很多人拿来嘲讽，因着可能有一些事情的发生，以致扭曲上帝的形象，让人误会，让人以为你们信上帝的，你们的上帝就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愿我们不滥用上帝的权柄，随便处理神所托付我们的。当然，这一切的重点在于我们所若是让神的名被侮辱，没有尊主的名为大来做我们的生活的准则。第一个受害的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破坏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那么你再多的祷告就可惜了。神学院一个博士班的，现在在新加坡的老师，他曾经这样说，他的一个好朋友在台湾，他是减肥，有一天他告诉他说：“那个老师，减肥的人哦，说我今天吃了，上帝让我去吃了5份的这个蛋糕。”老师一听，怎么可能？对，上帝的意思就是这样，你知道吗？我开车开到一个地方，我减重3个礼拜，就我看到一个糕饼店叫做以马内利，哇！这上帝赐福的，主与我同在的。但我要核对一下，这真的是上帝要我吃蛋糕吗？我不是在减重吗？可是就在以马内利的店的门口就有个车位呢。但我怕说误会上帝，所以呢，好，上帝这个我再三的核对哦我有核对，不是没有核对哦，我再开一圈，再绕一大圈回来，如果那个位置还在，我就进去吃。亲爱的大家，他去开了那一大圈回来，位置还在不在？在。于是他很高兴，主啊，你让我吃蛋糕，而且一进去不可收拾啊！因为禁食太久的人，一吃他就这样过量。请问，这是神的旨意吗？愿我们没有滥用神的名，愿我们真知道，因为神知道我们的内心是超过这一切的。这一对夫妻就是刚刚说的林志鹏弟兄，他的牧师严君龙牧师，他是打样泰雅族。他其实他父亲也是牧师，可是他从小就非常的气他父亲，他跟他的父亲关系非常不好，因为他总觉得他的父亲只爱别人的孩子，都不爱他，因为牧师都去探访别人家，都不关心自己的家孩子，所以他跟他父亲的关系是非常差。他在世上这个那个的，后来他爸爸用他所有的，在他走投无路说：“好，你给我去日本读神学院。”因为没有路了，他也闯了很多祸。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学院是这样子，没有路才去读的吗？但真的没办法了，主啊，就交给你。他去了日本，被丢在那边，他也没钱。牧师的小孩只有一个奖学金，只能去，没有办法生活，没有钱。可是他在那边竟然发烧2个礼拜，一个打样的这个勇士去那边发烧2个礼拜，都已经不是勇士了。他就气他，更气他爸爸，更气这位天上的父，因为他一打开窗户，竟然对面就有个十字架，他就跟这个天上的父argue吵架。你是复活的神，我爸爸说你是复活的神，好，你给我看看呢，你给我试试看呢。亲爱的大家，不要这样对神讲了哈。但我们的神没有跟你计较，也没有跟他计较。我开3个条件。因为我也要死了，我已经2个礼拜发烧，都没有钱看医生。第一个，如果你给我台湾的香蕉，因为他真的很想念台湾的香蕉，那在日本怎么可能还要台湾的，不是日本的香蕉？第二个，我要吃中药。亲爱的大家，在日本哪里拿中药是很贵的。第3个，我要有钱，我在这里被丢在那里。他早上这样祷告，应该不算祷告了，他只有说：“主啊，你如果是复活的主。”到下午的时候，竟然有宿舍有人叫他，而迎面而来，他好像只看过，但是不太认识，一样是从台湾去的一个男生弟兄就走来，到他面前，他倒退好几步，
因为他手上拿什么？香蕉，而且是台湾的香蕉。然后话不多说，因为跟他不熟，说因为我早上祷告的时候，就有一个声音叫我要赶快来找你，我根本不认识你。上帝祷告的时候就叫我来，哎，他很不情愿的也打开了他的书包，因为昨天才收到他爸爸从台湾寄去的中药。好了，一半给你了，因为有那个声音叫我说把中药给你啊。这个牧师那个鸡皮疙瘩，他说最好不要，最好第三个愿望是什么？然后他说好了，给你了，他就走出去了。我的个在没有音乐，那个人走到门口以后停了，然后又回来。好了，说要为你奉献，然后就走了。一打开日币3万块，严俊龙牧师这个时候只有什么？主啊，我有罪了，像彼得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主的名是不可拦成的。我们来看一下他在敦典20年一条龙的服侍这些所谓的特种行业的这些的孩子，他们长大，他们做什么呢？他们怎么样荣耀这位名呢？神的名呢？在那个地方真的是层层的城墙啊！你以为在那里很容易吗？我们来看这个影片好吗？这些就是那一天国庆日，我们一起拍手，在那边赞美神的。他们平常在教会里面来带领来赞美神。我们来看他的歌词好吗？我们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同心歌唱，同心歌唱，得着这盼望，得着盼望。城墙10度分化，却无法抵挡你爱何等刚强。你在我们身旁，能摧毁一切隔断的城墙，他们都打。好不好？高举你的双手，我们一起来赞美他。赞美，来赞美，我们的歌充满全世界。赞美，赞美，来赞美，让仇敌知道在林森南路双城街，帮我们一起说赞美，赞美，来赞美，我们的歌充满全世界。赞美，来赞美，让仇敌知道我主的荣耀，让仇敌知道我主的荣耀。好吧，我们一起拍手，我们再一次来赞美他。我们每次赞美神的名，仇敌就糟糕了。只要我们的决定是尊主的名为圣的，仇敌我们说我们神的儿女就倒了。我们神的儿女，同心歌唱，得着这盼望。城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身边有城墙吗？只要愿我荣耀主你的圣名。我们的决定不只用我们的歌上来唱，用我们的决定，用我们的行动，好吗？我们或吃或喝，不论做什么，我们都要荣耀主的名，不是归我们自己，而是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我们可像今天早上迦南之声在家会主，我们开始读的以西结吗？可能大家对以西结不熟，但是以西结是一个年轻人，他是已经被抓到巴比伦哦，他城墙更大哦，而这些城墙是仇敌他的哦，仇敌他的神的哦，但是神拣选他，他虽然身体受苦，但他仍然愿意被神来带领。他是祭司的身份，可是他被抓到巴比伦，他没有圣殿可以服侍了。但是在他30岁，一般传统30岁可以当祭司的是，他却是在不同的国家，在那里被兴起，在河边也有主的荣耀在那里，因为主的圣名在哪里，哪里
就要成为圣的，不在乎那里是不是巴比伦，是不是很可怕的尼布甲尼撒。甚至于神呼召他，不是只有决定而已，这路很苦，他不能说话几年，直到他耶路撒冷被灭。我们愿意吗？一天两天我就受不了，讲话要轻轻的讲我就受不了，因为我是激动型的，我是愿意让圣灵带，但我也愿意感谢神。但你愿意吗？在这么苦里面，以西结仍然看见神的荣光，神的荣光竟然在巴比伦河边，不是在圣殿。神的荣光像什么一样？我们一起来读经。这光彩与彩虹一样，这就是显明上主临在的光辉。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现在被掳吗？被限制吗？你的情况像以西结一样吗？即便在那样情况，神仍然给他看到荣光，甚至你回去读听在家会主或者迦南之声，神给他的看见的是4个轮子，轮子里面还有眼睛，意思就是神是全知全在全能的，因为神的灵在任何地方，在酒店也可以，在你办公室的地方也可以，在你被贬或者是你在被欺负的地方，神都在那边掌权。只要我们愿意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为圣，而我的决定愿意让主你来带领，我们就可以荣耀神的名。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协会，今天是我们协会的主日，在我们社区当中，我们怎么样到每个地方那里也要成为圣呢？我们一起来看。我们教会的弟兄非常愿意一起服侍在这社区里面，不管是现场或者是线上，因为万民都在手机里。神透过这个疫情也教导我们许多的事。心中思想你的好，更多与你来亲近。原来只有3个学生，这个老师7年了，不是基督徒，他愿意委身当志工，他是补习班的老师哦，到今天已经满额了。我们学生满额，但是我们的志工很需要。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每个礼拜3的晚上，因为我们的社区的服事不是只有福利，我们是我福音，有1/3的时间，我们是生命教育。让这些人来参加的人，他们领受神的爱，因为我们所做的决定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你不只是我的父，你也是这些居民的父，只是他们不认识你。这些福气袋要随着志工送到他们家，送到这些需要恩友的手上，需要的家庭里面，那里主你的名为圣，主你的爱在那里，福音也在那里，福音要带来使他们的生命得着翻转，使他们认识你这个父。愿人不变成主为圣，不管什么年龄，全人生命教育协会是教会的迦南教会，愿我们所做的可以荣耀这一位主。我们愿意尊主为大吗？活出荣神益人的决定跟生活吗？我们起立，我们来回应神，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我们愿意吗？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合神心意的器皿，一起来。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
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阿爸天父，我要谢谢你。怎么这个歌只唱一次啊？是的，亲爱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珍惜每一次。就像一年牧师今天没办法唱，我却特别的想唱。当我们还能够唱歌来赞美神的时候，我们怎么能不好好来唱呢？当我们的生命还能服侍神的时候，我们怎能不来服侍回应神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啊，你是我唯一的主，除你以外，主啊，我又不用别的来敬拜，也就是主啊，我不去追寻别的，我不用我生活的其他别的我想要的梦想的来敬拜你，而我唯一想要敬拜的是主，你是我生命中的主，你是唯一，除你以外我没有他。主啊，我在跟你的关系当中没有第三者，没有小三在我们当中，因为他是小的。主啊，你是大的，我们哪有不遵行，我们哪有不跟随，你是唯一的主的。愿我们的生命每个决定称你的名为圣，让人知道这个是谁的孩子。哦，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孩子。哦，这是这位掌管万有主的孩子。哦，他的爸是谁？我们有让人家问说：哎，你的爸是谁吗？我们有让人家尊主的名，我们天上的这一位父的名是圣吗？还是我们让人家说：哈，原来你是基督徒哦？哦啊，你是那个教会的？哎呦！亲爱的弟兄姐妹，愿我使主你的名为圣，愿我们从此时此刻，我们一生一意在于主。愿主耶稣基督拯救之恩临到你们以及你们所关心的家人、设定的对象，因为主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能够得救。上帝永远不改变的爱带来完全的医治，使人跟神复合，跟人复合，跟自己和好，成为你们生命中的支持跟引导。亲爱圣灵，以马内利的主与你们同去，从这里出去，去到你们的家，去到社区，去到你们工作地方、学校，任何一个地方，在那里主的名都要被称为圣，将荣耀要归给主，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跟随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
今天我们的礼拜就到这里，我们跟随耶稣，耶稣也跟着我们回家哦。啊，互道平安。我们今天就礼拜到这里，请坐。